1964年，伫台南火车站头前所设立的台南大饭店，当时是南台湾第一间国际观光饭店，也是台北圆山饭店以后的第2间观光大饭店。当时的外墙由艺术家高山兰所打造的大型浮雕，到达游玩完整保留。连花台顶面所设计有饭店甲酒杯以上的 logo， 拢是回忆。为了找回过去饭店陪伴大家行过一甲子的重要时刻，也见证台南历史的一部分。除了饭店本身所收藏真有纪念价值老相片以外，也特别对外精选相片甲文章，欢迎民众踊跃响应。因为刚好今年是台南400年，然后也是刚好饭店是60周年，就是一甲子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图文甄选的活动，就募集一些我们饭店早期的老照片，跟一些旅客来饭店住宿用餐，它的跟饭店之间的温馨的小故事。我们想要募集这些素材之后，会在我们11月份周年庆的时候，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做曝光，让更多人认识台南大饭店。以前跟现在还有之后，也希望大家欢迎大家来台南大饭店。那图文甄选的活动的话，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去看，都有相关的活动讯息。活动直到3月10号。饭店60档岁月的图文精选，将到3月10号截止。为了感谢民众投稿，只要参加饭店就好礼相送。前3名也分别有带房甲自助参观的回馈。第9名单将伫3月22号公布。台南新闻，阮是何超邦采访报道。